今年春宴認識咗朋友，佢建議我在我溫泉山莊嗰陣會開一隻夏令營，每年學校放假嗰陣時，就定個就職，在我嗰陣會學客家話，呢隻係好好嘅提議。面對個就職長年在屋企教書記，讓我還可以學到一啲生活上嘅技能。以下就係我同佢嘅對話。阿菲力嗱，介紹於辣春坊，咁樣可以開嚟做教室同埋就職主要發通嘅地方。老實講，我今日裝上嚟只能叫濕錯，同埋有時後邊以後喺做掉架，我也想做好嘅，係咪喺做客家會掉，係咪係咪要唔做要做好嘅，唔中意做唔生唔死咁樣，梗係膽頭去做咧，喺見錢嚟老老實實真係冇可能出到時間去插翻啲掉架嘅。老實講，只可能叫佢濕錯。後邊而做主辦嘅，我出去濕錯而家呢就得喎。咁樣啦，不如大家想做一件事咧，最強就係有咩家伙唔敢唔好意思講出來，或者係我唔定有咩念。今日我需要知道嘅事情就係我嘅念法先。如果我話而且係想去濕錯，想做好啲件事都係為公益嘅，基本上係咁心態咧，咁我知道我有咩做。對於我嚟講，唔要錢都唔參，唔至於話試到嗰隻地步。但係如果而係話，因為我見清嗰陣時，隨啲客家會，然之後要隨我嘅做成一種餐情嘅生意咧，我係唔可以。幾天都應該實在有問題啦，係咪哦？但如果而係話，我哋都係為啲理念唔參情，嗰個生意係做唔到落實嘅。但係為大家嘅理想是做好一件事，為大家服務當中咧，也唔至於話自己開錢出來嘅，就趁啲微利，更加可以籌頭，還可以去做，而因為樣嘅而將一隻念法講我嚟聽，然後咧講要大家出一啲注意講是做成呢件事嘅係好嘅，可以隨我嚟做冇問題。因為我之前都同佢講過啦，係咪？我在大陸我都想過話，將我嗰度傳達好成，巴拿馬就就這個條西班牙語嘅10種人，所唔同嘅亞洲冇老師嘅，純粹就係咁樣人，我時間在個網上學，然之後過嚟間我這邊買教課嗰幾教，至於嗰條費用都係計計劃嘅，我應該開出來開唔得幾多。但係懶人試，懶人出錢，但係真係收到咧，維持得到康就得咯。同樣道理，在巴拿馬單位咧，就慢慢跳一轉，我哋就減到就先係個料，然之後佢哋就減幾人，可以講客家話超簡單。因為我哋學客家話比學西班牙就難得多，因為西班牙語太班人傾可以學，但係客家話就基本上冇人傾嘅，就一天我要啦，帶。來參加嗰種人，最起碼喺變成識出同埋唱嗰種人。裝上藝名拍嘢，這啲方面係好名拍，係啊。但係咧，一樣同佢講諗法，係冇可能話當生意來做嘅，係咪？因為自家係上會下一胎能夠唔好失傳嚟講客家，係咪啊？我也冇先知話佢嚟攞做生意人，老實講嘅結。係啊，這只能夠咧，希望咧唔好自家公益銀荷包出來嘅，出最後嘅。係啊，這有頭嘅賺可以夾啲嘅，咁都冇所謂，係咪啊？睇長人夾唔係辦法嘅咯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後面班而了解係想講咩咯？這能夠濕錯到你做成啲件事咧，就最後嘅，係咪？又唔可以名譽，又唔可以賣，能夠出到即係回皮刀啊，咁啊，咩聊咗啲講，佢哋都少要賣緊，要一件出嘅緊，因為喺講出最後嘅。好，容易嘅啲計劃就得咯，我會稍微安排，然後咧我將我嘅諗法我會做成一隻好似隻視頻人發俾人看得得，應該冇問題，咁就先行就去啦。得啦，而話冇時間，而話樣樣都好，我歡迎做家伙咧，就一係唔做最後認真，我也要時間，
我也要搬城市做。至於話最終樣唔樣做唔做到成啊，總之先時間分啲做嘅，肯定成功。也至於話做唔做到太，就唔記得。總之，我哋嘅目的就係團結所有客家人，將對客家話發揚落實。招生嘅對象首先就係我見到條件啲啫，未做客屬中上會嘅會員，如果唔係會員，收到一半錢。